如果你感觉到你们家最近运气不好，你就回去干一件事情，把家里面整理干净，运气自然好。不信你来找我，为何？这就是一卷修行显出来，这叫扫除道。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个秘密？家里面如果干干净净、整整洁洁的，他家里面差不到哪里去；如果家里面堆得乱七八糟的，我告诉你，他的人生觉得好不到哪里去。你看一个人的车，你就知道，有些人车我进去我都不敢坐，乱七八糟的。心乱如麻，表现出来就是外在的环境也是乱糟糟的。一个人只有外在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你心中亮堂堂的、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这就是古人讲的哪句话呀？一物不扫，何以扫天下？就这个道理。所以古人扫地扫的不是看的那个地，扫地扫心地，心地不扫坤扫地。听懂了没有？你表面上好像是在扫垃圾，你表面上好像是扫的地上的垃圾，扫着就是你心灵的垃圾了，扫干净了。